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大家最近拢真关心的流感疫苗的消息。为着要降低流感引起重症甲死亡，疾管署宣布今年10月份要开始自的公费流感疫苗，会改做是上新的3价疫苗。嘛，因为人口老化的关系，采购的数量按算会加700万剂，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济。另外有研究显示，为着流感了后的15天内，有一成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中风。48岁艺人大 S 因为流感过身，事实上流感重创健康的事件常常听到。监察院长陈菊去年底因为感染流感了后中风，好在再急救了后无要紧。根据2019年国际医学期刊研究显示，感染流感了后15天之内，每10人都至少有1人可能会中风。感染的时候呢，会引发一些这个免疫的反应哈，这些免疫反应呢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细胞激素，这个过程呢会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这个通透性的改变哈，血管的变化，同时呢也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是血凝啦，这就它的结果可能就是中风啦。医师表示，预防流感上好的方法就是做疫苗。卫福部疾管署表示，今年10月秋冬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会由现卖4价疫苗改做上新的3价疫苗。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了后，改变病毒生态，B型酸性毒用要减切无，所以世卫组织 WHO 建议用排除 B型酸性毒改做3价疫苗，也就是2种 A 型疫苗毒 H1N1、H3N2。还有一种 B 型疫苗毒维多利亚毒，和疫苗防护效果更较好。本来只要预防3型，你下去打一个4型的疫苗呢，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应该产生抗体的那3型的抗体会低一点，因为你的免疫系统要去产生第4型的抗体。它的能力有点被分散。目前社区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病毒株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会建议说，那这个流感疫苗可以从4价改成3价。疾管署强调，顶礼拜紧急买的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依然是4价疫苗，希望持续能顺利开始做。另外，今年10月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目前是伫作业阶段。为因应人口老化，65岁以上人口增加，按算买数量有700万剂左右，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天气。今仔日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的关西，干那7度。那今仔日之下的温度会变较烧热，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温度有甲21度至24度，那南部有的所在会甲25度至26度。那落雨的方面，台湾各地甲离岛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为暗时开始，云向北边行煞，而且嘛会变较高。南部会开始落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仔甲后日这2天风面瓦紧，加上水汽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嘛要注意有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今仔日寒流已经有较减弱，天气嘛会变较烧热。不过这2天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那拜三是正月15，也就是元宵，全台湾拢会落雨。那中南部甲东部雨水会较高。拜四甲礼拜会有2波东北季风，嘛会落雨，会落南，所以会变较寒。这波寒流持续减弱，不过拜四和礼拜分别会有2波东北季风落南，到时阵会感觉较凉凉。在13号的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影响之下，我们在北台湾其实各地的气温呢都是比较偏降低的情形。那各地的低温呢，虽然不至于有这种普遍10度以下的低温，但是大致上面还是可以感受到比前面的2天的气温在下降1-2度。整体来说，各地的低温约在14、15度左右，感受上面比较偏凉一些些。那拜三元宵节有民众会去看灯会出游，气象署表示，拜2暗开始受风面佮有南风混合影响，水汽会由北到南影响全台湾，尤其中南部甲东半部地区雨水会较高，预估会持续落雨落到拜5。
这一段期间受到南方雨系还有锋面通过的影响，全台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比较增加了，而且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的这一带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其他各地也都是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所以说明显转雨的情形是在周3、周4的这2天，到了周5水系上面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到局部的降雨。气象署表示，拜5开始水气会较少淡薄，不过拜6礼拜因为各有新的一波锋面影响，北部、东半部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落雨。气象署讲，虽然降温无到冷气团的级数，不过因为水气一波一波来，民众游玩会感觉淡搁冷，提醒民众出门爱扎雨伞。金门马祖地区较到大雾，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最近台南的流感甲肠仔炎的疫情当咧滚价，真侪病院拢出现病床无够的情形，而且急诊呢嘛有真侪患者伫咧排队。台南市卫生局就呼吁民众，病情若是较轻的，会当先去诊所看，来减少急诊的压力。急诊室外口已经10个病人等叫号要入去看医生。这阵台南大间病院拢是这款状况。春节期间，大家拜年，人南来北往，加上今年关尾1个月，地区传染病越来越去。台南市卫生局上新统计，新台、安南、麻豆新楼病院顶5间急诊床位使用率超过150%，其中台南市立病院有228%悬。这病院表示，这阵唔干那流感、肠仔炎嘛当咧野。看诊的人数吼，大约是去年的加1倍。打过年吼，大家开始住院的需求嘛较济。目前哦，大概每天有50个人在单程。大部分还是流感跟肠胃比流感还多。所以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急诊床位负担量200%，意思就是50个病床刷来100个病人，其中内底佫有真侪爱紧急治疗的，安尼对病患甲医疗人员来讲，拢是真大压力。为了应付这个情形，有病院是调医生来急诊支援，叫医生会评估病情，甲较无要紧的病患引导去门诊，减轻急诊的压力。我们也很理解说病人的不舒服哈，如果近期的部分没有办法很及时的能够处理到他们的一个状况，也希望说在这个部分分流上面啊，或者是说在一个病人跟医护团队部分的一个配合跟体谅部分，可能要麻烦病人跟家属多包容。已于上周联系医师工会及诊所协会，请诊所加强门诊收治，协助分流发烧及轻症病患。减轻医院急诊压力。新老病院急诊科主任认为，流感上紧要等到月底才会豆豆平稳。卫生局是提醒民众，若小可感冒发烧，会当先去诊所看诊，避免因为急诊压力延着治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原地 NCC 规定，民众若是为网络顶、为外国买手机啊、甲耳机等等，这种第2级电信管制的射频器材，才会3、4个产品寄转来咱台湾。为这个月开始，每一案会收750块的审查费。这个消息出来是引起争议，因为这个方案嘛，伫咧查询紧急活动点。过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签行政命令，所有销去美国的钢铁甲阿鲁米要扣25%的关税。南韩、日本甲咱台湾是亚洲上大钢铁销去美国的国家，有可能会因为安尼来受到冲击。过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今仔日会处理选罢法的复议案。那白话讲未来莫阁提释宪，但那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昨晡总算是签字。决定立法院这个会期开机日子是2月25。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昨晡启动台湾宪政历史上头一届的院制协调，招5院的院长来总统府来讨论国政。总统是发出国号万事兴，5院都亲像是5支镜头啊同款，合作伙才会有力量。而且过程当中，大家拢真关心的总预算审查的情形。立法院长韩国瑜嘛答应讲会甲朝野党团来协商，而且这礼拜总预算审查的报告会送去行政院，以后由行政院唔通提出总预算的复议案，嘛希望总统会当停止大罢免。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拢面带笑容，做伙行入总统府大礼堂。
罗总统7日下晡启动咱国行政史上头一届5院协调，邀请5院院长会上国政，会上前特别选出代表真空万里的政厅，向院长致意，尾仔阁送5个红花香杯，代表5权分立5院合作甲团结。5院就像5根手指，各有其功能，五指并拢才有力量。民主国家政党之间是竞合，而不是零和。无论是外部风雨、内部纷争，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大步向前。罗总统话讲国和万事兴，希望透过5院协调化解政治对立，甲5院关门会谈将近2点钟。结束了后，韩国瑜表示，大家拢关心总预算审查，希望莫影响业务推动，也承诺会甲朝野党团协商预算3党状况。一礼拜6进前，会予总预算案审查报告送到行政院，也希望行政院莫提总预算复议案。呼吁行政院不要提出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复议案，不提复议案的前提之下，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希望赖清德总统能够停止大罢免。复议与否，那总统也特别提醒，目前呢，在整个数字还没清楚以前呢，行政立法之间的协调呢，能够未来怎么样一个处理？副方补充，行政院敢来当被动提出复议，但是韩国瑜提议的行政院莫提复议，2院并无伫会中就细节定案。不过罗总统请倒英台甲韩国瑜找朝野党团讨论了后，继续解脱。但是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会中强调，是以司法首长的身份来参加，并无提起关系大法官补贴人选甲宪诉法修正案、释宪案的任何议题。记者综合报道。现此时立委的大罢免伫咧各地头拢长咧滚甲，罢免团体将分去中选会交第2批国民党立委的罢免联署书。联电的创办人周兴成伊宣布要做罢免徐卡心的代表人，伊指控若被2党的立委甲立法院变作是中共在台指挥部，准备要来内审通外规。另外，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伫咧人民册招致工发起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花口河要拆除反共立委大罢免国家全台罢免团体7集，搁伫个中选会交第2批，甚至是国民党立委的第1阶段罢免提起联署书，并团强调这毋是受粉饰罢免，是爱台湾的行动。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也出来力挺，担任罢免拿回徐卡新的带头人，指这场大罢免是台湾的背水之战。这些蓝白立委是特洛伊木马。已经把立法院变成中共驻在台湾的指挥部，准备和中共里应外合，让台湾被中共吞并。目前中选会首条立委罢免案第1批国民党立委包含王宏维、李干秀、叶冠之、北群区等19人，第2批加上罗志强、徐卡心、赖士宝、洪明凯，共计新增12人。国民党也用罢制罢，包含吴思瑶、吴派玉、苏卡辉、蔡其昌、林俊宪、王庭虎13人，总共44个内地立委被锁定罢免。国民党团7日下晡举行新会期，党团3长就职典礼，中调北群区书记长王宏维、首席副书记长罗志强拢伫罢免名单。在这新的会期，虽然面对赖清德推动的全国性的大罢免，这也是台湾自治史上的第1次，但是呢，我们会勇往直前，我们会承担民意，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保证，我们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坚守岗位，大家说对不对？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甲党团干部参加就职典礼等现行会议合作。黄国昌也伫面册宣布早读立会变行动，号召志刚罢免立委，一起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反对民进党走向威权独裁。把民众党拉到了一个深蓝的光谱，光谱的深蓝那一块。针对黄国昌第1批行动点名吴思瑶、吴派玉，吴思瑶反对党批评黄国昌违选党主席，将公民党立会兵标签不可长期就是赤脚的是中共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有公民团体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布坤基，有通过第1阶段，已经把提议书送去中选会。不过最近传出有花莲的户政人员去民众厝里，讲要查参加联署罢免人的资料，是引起争议。
花莲市户政事务所讲，一切拢有照规定来办理。也那花莲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收到检举，嘛等咧调查。花莲国民团体自今1月开始伫街路收罢免国民党立委박文琪提议书最后第一阶段达到标准，2673份提议名册送到中山会。暗过最近传出花莲市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到民众岛查询登记的人是不是本人，引起疑虑。这种行为不就是要让民众去害怕，甚至说让民众会觉得说，他的资料跟他的个资都会泄露。花莲市户政事务所回应是第测试收到公文，要求10天内完成查对，户政单位一切依法执行。因为以前核对工作时阵，都大部分透过电话或者是亲身拜访的方式。暗过中山会伫车拉道发公文提醒，照规定查核身份，只有由主办三会查对用起来方式进行。其实我们户政事务所同仁所做的各个相关的业务，完全符合公务人员服务法以及相关的执行的法规跟法律。那我们其实很真诚的建议，我们中央选举委员会对于未来相关的选务的工作呢，都能够有很充裕的时间，然后呢各项的准备的工作。户政事务所反倒等下号召中山会应事先做教育训练，互期在人照做。暗过有地方民意代表前回关户去民众的厝，查参加罢免的人资料。检察单位想想要用行政措施界限，希望大司法小。暗过要是有人看不落去，事后到花莲地检署告发。中选会这边已经也提出了，就是说，做法是有疏失，而且是明显违法嘛。如果在你接下来还有遇到所谓的人员亲自访查啦，请各位都一定要在及时的当下拿出手机做录影。花莲地检署表示，已经收到最高检提供的民众检举资料，已经分案调查，因为8部资料查对，中山会表示需要30日。那新汉都应进入第2阶段。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这礼拜会宣布新的关税措施。经济补助团按算今仔日去美国讨论甲收集资料。也那大家地嘛要伫咧美国召开头一届的董事会，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嘛引起大家关注。安怎做？咱建议谈判办公室争取台湾的这种竞争力了。经济部长郭志辉7日接受广播专访，面对美国川普政府上任，要伫这礼拜宣布对顶关税措施，外界预定台湾顶部的有盘有可能会包含在内。半导体产业恐惊面临100%的关税。经济部由政务处长江文玉带团要伫11出发去美国沟通。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收集一些讯息。美国如果科100% 的关税，或者科很高的关税，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台湾到美国的只占我们出口的4.5%。郭志辉讲，以数字资讯为主。根据了解，进前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嘛有进行议演，但是美方对谈的战绩目前也无公开。不过，伫这个同时，台积电要伫美国时间7日头一届伫美国举行董事会，台积电的扩厂布局真受关心。政治压力一定是存在的，未来可能加速在亚利桑那州的建厂的进度，先进制程加快在美国的一个落地，甚至于说所谓的让美国政府或美国的企业入股台积电。台积电7日嘛公布2025年1月营收报告，合并营收新台票2932亿8800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不过罕见声明1月2日也加买真侪间地动买影响，初步估计损失差不多台票53亿。另外，经济部长郭志辉伫广播专访，再提起海外正电的议题，不是天马行空，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外很多人在做。郭志辉讲，伫当地生产的绿电会当卖予当地使用，碳权再搁提转来台湾，无卖出去的绿电嘛会当搁牵缆线送转来台湾使用。记者采访报道。再来国际消息，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伫咧瓜地马拉7日的时阵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有一台巴士弄过护栏了后，是规台车摔落20公尺深的山坎。目前知影至少造成54个人死亡。因那这个车祸嘛是拉丁美洲这侪年来上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因那事故发生的原因要等咧调查。
救援人员伫咧污染正严重的溃壕内面，甲对山坎顶头搬来这台车内面的尸体搬出来。因为山坎正惊，救援工作正困难。上队员用担架、搁用接力的方式，把尸体一个一个搬起来。Cuando nos dijeron el accidente por las noticias, entonces nos dirigimos hacia acá. Dice que son cosas que no deberían de suceder. 这个巴士吹载自东北平差不多90公里的城镇，要驶去瓜地马拉市，车失去控制，先去弄到几多台车辆，跌落去20公尺深的坎卡，死伤严重。Esto derivado que el bus venía en su capacidad, venía bastante lleno, según lo van a conocer automovilistas que vieron pasar el bus. Por la hora son buses que trasladan varias personas a sus lugares de trabajo, posiblemente se dirigían hacia el sector de la terminal, pero al caer esas personas quedaron unas sobre otras, quedaron pues con golpes internos y esto les provocó prácticamente la muerte instantáneamente. 通信部长迪亚兹讲，初步调查显示，这台巴士已经30吨啊，但是也是有营业执照。调查人员正伫咧调查迄当阵是毋是有超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继续来关心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七十的时阵指控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拜六要释放的人质甲交换的犯人嘛会暂时冻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强调讲，伤害以色列人质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而且以色列军方讲，面对任何的情形，部队已经拢准备好势啊。示威的民众手拿着连接转来标语，伫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8路的集会，希望和哈马斯掠去的连接会当赶紧转来。因为哈马斯追责指控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所以暂缓这礼拜六要释放以色列连接甲换犯人的作业。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They all need to come home now.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 doesn't belong there needs to come home now.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No need to delay nothing. Send them all home. 哈马斯本来是要放更加侪以色列连接来换巴勒斯坦的犯人，不过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指控以色列发现巴勒斯坦人登记加沙北部，并且炮击巴勒斯坦人，一个组织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以色列也批评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只是军方伫加沙甲国内保持相关顶级的备战状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国会发表谈话时阵强调，伤害以色列人质的人会付出代价。מהמראות הקשים של חטופינו ששוחררו בשבת האחרונה. מי שאחראי על כך ישלם על כך. מי שפוגע בחטופינו דמו בראשו. 纳兰雅胡的谈话和反对派议员各边插灯，因大声喊讲纳兰雅胡和以色列连接死亡。因也对美国总统川普讲，美国要控制加沙，加沙民众正受气，讲加沙唔是当交易的商品。والله الرئيس الامريكي انا بالنسبه لي وجهه نظري بهات من قله الموت. غزه لا هي عقار ولا هي بيت عباره عن بيت ولا شقق ولا عماير استثمار. غزه هاشم احنا من يوم الدين عايشين فيها. 顶礼拜六被绑在3位连接，因贵人拢散一连。不过，伫哈马斯宣布暂缓释放连接进前，以色列媒体所做的民调显示，有67%的人希望停火协议进入下一阶段，反对的只个呢19%。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同款是有关战争的消息，川普进前要求乌克兰用稀土来交换美国的援助。川普嘛承认讲，已经甲罗西亚总统普丁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来通电话。那美国国安顾问沃兹查到讲，川普政府按算伫咧14至16会伫慕尼黑安全会议讨论要安怎来结束这场战争。以下冲突暂时是停战期，双方可以伫咧释放人质甲巴勒斯坦犯人。对于另外一边的俄战争是毋是当停战？川普伫美国测试接受媒体纽约时报访问的时阵，承认有甲俄罗斯总统普廷对俄战争的代志做电话会谈。查到伊伫总统专机空军1号进一步透露，伊直有甲普廷保持联络，也毋过详细时间甲内容，伊毋愿意讲。We're trying to end that war. It's a war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f I were presiden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But we're making progress, but I can't tell you.
对于川普的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无承认，嘛无否认媒体报道。而美国国安顾问瓦尔兹伫当地初稿接受美国媒体 NBC 新闻访问的时阵透露，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副总统芬斯甲欧洲特使，会伫即礼拜14到16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期讨论要安怎结束俄乌战争。And that means getting both sides of the table. What he has said is Russia's economy is not doing well. He is prepared to tax, to tariff, to sanction. We need to get all sides of the table and end this war. 瓦尔兹表示，川普暗算利用经济制裁，互普廷登去到谈判桌。当时阵嘛讨论甲部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收到转来。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进前2022年2月，俄罗斯侵袭进程已经签署和平协议甲谈判，却无发挥功效。伊无希望这个局面搁发生，毋望会当确保俄罗斯袂搁侵略乌克兰。不过，瓦尔兹认为，这款战后安全保障完全是欧洲的责任。泽连斯基暗算伫这礼拜访问华盛顿甲川普会谈，而且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甲美国副总统欧洲领导人会谈。是新闻的是同朋友。来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加立陶宛，也就是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因正式甲罗西亚的电力系统拆开，改接欧盟的系统。因那罗西亚的电力业者是等咧看，因认为讲保用因的电，都要面对电池起价，也佮有经济冲击的问题。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相关国家的元首也是部长共同主持启动仪式，代表性将波海三国的电力系统纳入欧盟的体系中。欧盟甲各国政府拢坦白讲，这是政治性的决策。Today is a day to celebrate, because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energy. It is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 It is about European sovereignty. 原属于前苏联的波海三国，伫苏联解体了后，犹原继续甲罗西亚共用电力系统。2001年，包括白俄罗斯、罗西亚甲波海三国共同组成电力联盟，由罗西亚电力业者统一供电。甲本土小价的加里宁格勒是由罗方就罗波海国家供应电力。虽然波海三国先后伫2004年3月甲5月，正做北约组织甲欧盟会馆，不过这5个电力网络犹原平安无代志。不过伫2018年，三个国家共同决定渐渐转向连接欧盟的电力系统。拄过这礼拜6开始，甲罗方的电力连接接断了后，2月份会各自做独立测试，考验各国敢会当伫连接欧盟进程顺利运作。Our system is more in our control. We control our system stability. That's very important. Safe and stable electricity system at this point and at this moment is happening. Or we see a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 would say this is one of the critical moments for our situation. 虽然有关国家拢强调转向了后的电价值会降袂起，不过天开统计数字，波海三国伫2018年的平均零售电价一度为新台票2.3到7.5块不等，甲台湾差不多。我已完成切断甲罗方电力连接的2024年已经起到新台票5.7.5甲8.4.6不等，比台湾的电力关真济。欧盟的平均电价我每度新台票10块，是台湾的2倍。所以对波海三国的电力转向，罗西亚电力业者表示，相关国家的民生物价甲经济成长会受外在冲击，有待观察。公司新闻家陈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海上自卫队甲美国还有法国海军昨昏伫咧菲律宾东部的海峡甲空域实施头一届出动航空母舰的联合军演，这是为着要阻挡中国伫咧南海对菲律宾加强施压的行为。来看罗马尼亚宪法法庭去年12月份，以总统大选去互罗西亚干涉为理由，裁定头一轮的投票无效了后，总统约翰尼斯面临要求伊落台压力，昨昏宣布请辞。来看泰国政府为着要抓泰国甲缅甸边境诈骗园区犯罪活动，为2月初5开始，甲缅甸的电力、石油甲网络切断，即马开始看到效果啊！根据泰国的媒体报道，有部分的诈骗集团因为运作受到影响，已经把100外的员工辞掉啊。镜头转来咱国内，又阁是诈骗的消息。有一个负责人，伊去互骗2000外万。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讲这个诈骗集团伫咧讲电话的时阵，叫受害者电话莫挂断，会直接转去165，就安尼成功把钱骗到手。
刑事局强调讲，对方若是要求讲电话莫挂断，会直接转去165，这都是诈骗。警方伫银行口控甲行员拍拼阻止诈骗，也毋过搁较安怎动犹原有漏交的。都有一名老婚人接到诈欺集团的电话，假作伊的后生讲欠钱急要用，婚人无怀疑，将80多万用临柜汇入4个无共的口座。后来再过了2个礼拜，然后对方又说：“你之前汇的账户其实有个问题。”再把他转接给警方跟检方，然后去跟他说明。然后最后呢，就是他甚至还去抵押自己不动产跟解保单的动作。犯罪集团食了财味，案发了后2礼拜，搁卡互被害人。这摆假作行员讲，当初汇款的口座有问题，叫老妇人唔通挂电话，哪通电话哪输入165，转互警方查证。妇人真相信，所以搁互假警察引导到假警方，最后立即哄骗了，搁用保单加绑伞。抵押借贷，拢总损失2000多万。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行，应该用另一只打比较正常一点。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人想试试看。通话中我就没试过了，应该不无可能啦，但是还是要查证一下。诈欺的步数真济，实在歹防，尤其假投资受骗的案件，一直是每日的帮手。警方分析，最近也有不法集团花尊金价起，以黄金保带等诈术，写民众投资，即马骗人的手法多变，诈欺伫国内反行。伫政府有效打击之前，民众的自保方式都是爱提高警觉，多做查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毋若是诈骗，各自漏泄的问题嘛真要紧。中国开发的人工智慧大型语言模型。DeepSeek 有各自漏泄的记录，行政院已经下令公务机关禁止使用。也那司法部嘛提醒民众，毋若是 DeepSeek， 就连 ChatGPT 嘛有自安的记录，建议民众机密的资料毋通团结的云端，较袂流出去。中国开发的人工智慧大型语言模型 DeepSeek 引起国际关注，因为有资安等重大记录，行政已经宣布禁止公家机关单位使用，都惊国家机密性资料互中国偷摕。中大云有说云端跟地端的，那地端当然就是你自己能够控制你的资料的流通，你当然是可以放心使用，在云端都要小心。司法部强调 ，DeepSeek 3种使用模式，包括手机 App 还是连上中国网页甲开关网站下载模型，也毋过使用 AI 相关程式，拢有风险，像资料外泄甲错假信息传播，袂当无细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工作法，可以取得伺服器里面所有的资料，当它需要的时候，那这个是系统性的风险。如果是云端的版本，我们是不同意政府机关把机密性的资料放在上面。另外，政府限制公务机关禁用 DeepSeek， 不过一般民众并无受限。专家都提醒，手机下载 App 各自开放外泄。对话的资讯，还有你的 Google 登录的账号的这些资讯，也都会被这 DeepSeek 官方做记录。开源的网站下载的话，那你下载下来就等于是你是在玩一个单机游戏。如果是下载模型32B 以上的话，就要更高阶的显示卡，一张可能要100多万的，这是企业级的显示卡。另外，毋那是 DeepSeek， 黄江南表示已经要求公家单位禁止将机密资料上传 ChatGPT 云端。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完实施 TikTok 禁令，台湾敢是要缀咧做。黄江南认为，爱观察川普动向，那美国要 TikTok 无排除使用可能，目前有关于政府颁布的各机关对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管制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继续来关心高雄的连环杀人案。这个嫌犯伫咧徛街杀死3个负责人，不过这个案件侦办到大，嫌犯要是唔承认。彰化检警第2届去现场，而且甲嫌犯带去案发的现场做生物分析比对。另外，警消要继续伫咧前镇河甲高雄港找死者的尸体。要不要认罪？还是你在哪里？伫安全部穿荧光色外套的市长凶嫌，互警方带登去徛街查实早起。检警知道立即出来勘验，因为失联亲像骨骸的姓赵林甲市长负责人，参摄影的大嫂最后身影都出现伫嫌犯的徛街。警方也伫现场比对出3位被害人的 DNA 反应。惩办的主任检察官率领检察官今天只是特别来比对
我们所采证的相关生物基证跟相关的物证的一个比对的一个情形来做重建。检察官侦办案件来现场做一个厘清的一个动作。中华案发第一现场，警察局长亲自督导勘验。经过5点钟，现场凶险回押，检警超出大批证物带回去，附近厝边拢咧议论，指出伫农历春节进前，社会本色对飘出恶臭，时间点伤过卡合。过年前很频繁的倒垃圾，用黑色用塑料袋倒垃圾，我们在怀疑是不是衣服都已经。警方连日伫前镇河甲高雄港打路，查查阁估到亲像人体组织3件累计到达已经有20多例，比对符合着令妇人甲县长妇人，也毋过嫌犯有完无成立犯，凶器等关键证物也还未找到。那今天我们的搜索重点还是摆在这个金拱桥下丢包这个附近，还有这个港区的225、26、27号码头这边的船屋。为了加速破案，市警局启动勇敢小组调集40名警力，调看就千机的监视器，以同心圆布防路线追踪模式，要用科学方式重新建立犯罪线索，厘清凶险犯案过程甲动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伫咧新北市中和一间私立的春秋梦园，去年6月份发生山架放落来，有54个梦受损，家属指控业者拢无要处理。今嘛监委调查发现讲，新北市府甲万华乡公所可能有暗号业者提供土地使用权涉嫌盗利。今嘛纠正新北市府有违失，嘛甲这个案件移送法务部来调查。山坡地大规模崩塌，相片看到有几60个木仔规个崩起毁损，观察黄金锕围骨线规涂骹，互土石砍去。这是伫新北市中和私立春秋梦园，梦基数量有1300多座。去年6月因为大雨致使山坪崩塌，根据统计，64个木仔毁损。家属痛心的是，业者倒款电业公司态度无积极处理。因为我从去年6月我开始密集，我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过去搜证，去观察它整个地形的变化，但是它很明显的，它是一直在往下掉，都没有做。现场后续紧急处理，是做更其他18基，也有铺设帆布顶。不过真侪梦主指控业者无心经营，无进行水土保持，个别梦主爱拆迁梦地。梦主不管新北市政府建材财政扩大，监委嘛展开调查，认为梦园经营权有争议。新北市政府甲望安乡公所好亲像为业者量身定做，无采取公开透明，都提供土地使用同意书，涉嫌盗利。已经通过纠正新北市政府有违失，并移送法务部追查。是不是有公务员违法失职、图利甚至渎职，让这家公司用后面不当的手段来对付躺在地上的先人他们不可以去做这土地的贩售跟买卖，你只能帮我们管理啊，你只能帮我们管理就对了。对，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就是有去声明，这个没有图利。监委表示，新北市政府应该先尽监督责任，针对危害扣金再要复原积极处理。新北市政府回应，已经要求道权提送崩塌区土地的主干道，也个梦园全区水保维护计划。目前主干道部分已经完工备查，全区水保维护部分等伫审查，嘛持续协助梦主。若是针对内政部106年修正殡葬服务业申请经营许可办法，允准申请人干嘛需要减负一定比例的同意使用证明文件。监委认为应该以法律明定，内政部原来有无适当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就是元宵啊，各地头拢会办灯会。不过新竹市今年的灯会煞是去互民众嫌真歹看，有人讲主灯甲装置艺术看落一点仔都无成蛇。不过有民众讲，感觉这灯会是真有特色。这几只摇来摇去的物件，互人批评看袂出来到底是蛇也是动物啊。新竹市今年的元宵灯会伫市区内东门城附近打造6个无共主题装置艺术。有民众讲看甲不飒飒，是有创意，但是好像离主题有一点偏差，有点像蚯蚓。从正面啊，因为你看他的脸很像那种可爱的小鸡。对，那我觉得从侧面看就很像一个那个彩虹糖。针对主灯的造型，大家有无共款的意见？姚议员针对今年的灯会的意识提出质疑。主灯看起来就很不像蛇，然后
但是感觉做的没有很认真。花了870万，那不仅被市民抨击啊，是整个丑到最新高点，那整个展区规模范围也缩小。主灯更是枯燥乏味、无趣不讨喜。市府办理过好年活动已连续多年，自去年开始便将灯会活动与元宵晚会结合办理。今年预算规模与往年整体预算金额差异不大。市府强调，灯会870万的费用，那用伫这座灯区，还有包括元宵暗会活动以及免费发予民众的环保高灯，今日开销甲过去差不多。只是水摆在人介意，这个装置艺术也意外引起外界讨论。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今年1月2日，家己大埔地震了后，最近寒流是一阵接过一阵，目前还阁有10户的灾民住伫布棚内底。台南市府现此时是赶紧整理淡水分署的旧宿舍，要来安置这受灾户。天气真寒，南西湾区居民一透早起床，就赶紧烧柴烘烧。好加在这几天有公所提供高的棉被，互因袂受风寒。家己大埔地震到今已经20几天，南西湾区地区也有10几户，也住在起地庙头前的棚厝内底。恁要安怎？敢有啥物被啊？啥物件通用？有啦，有被啦。啊是，无拢当下堆。是向好恁的啊？工作的。只是想回去住啊，就是想回去住啊。但是现在还是一直在余震。余震啊！想说要去收容中心还是什么？太远了。对，哪来中？靠近国远呢。哦，你们这边大面锅还有一段就对了。对啊，然后棉被多放一点，然后多盖一些啊。还是会感冒啊。民众坚持住在家园，唔愿离开。台南市府规划提供南水署旧宿舍做新的安置地点。初10一透早，国军派人赶紧到整理环境。差不多1天的时间，会当整理17户厝体，佮加上早前已经完成的17户，拢总会当提供34户。所以水利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让我们进去来清理。清理完之后，我们完成法定的拨用程序，那这个就我们来管理了。有34间国军剩下17间要清理，国军的任务，感谢他们。公务局要进驻来粉刷墙壁，来清理那个卫浴啦，或者是其他内部的地方，然后那该更换的设备把它更换起来。云委特也前往展文青年中心，感谢组织投入修复工作。针对也无大单，不过部分损害的厝体，也会透过组织号吊专台、各县市有建筑，也有水电专长的职工协助灾民修复。市府会全力进行灾后复原的工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进前政府开48亿要来改善校园附近的交通，今仔日就是开学的日子。有民间团体针对6都高中以下摕到补助的学校，检查学校4颗里交通的安全的情形，平均的分数敢若30几分。至于政府投入经费，并无看到效果。板桥中庆国校的校园边无设人行道，行无几步路，搁爱闪电火条啊！若无设置，就去互车压到。若是即个所在，就连过马路拢有障碍物挡掉咧。学生囡仔若要过马路，就会去互即个旧衫灰咻咻挡掉咧。若是要过马路，就爱向头前一步，看卖头前敢有来车，安尼实在是真危险。为着要保护学生的用路安全，国土署伫咧113年有投入48亿的经费，要改善校园交通环境。不过有民间团体质疑讲，这48亿的经费无发挥效果，因为因针对6都内底19间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完全拢无及格。及格分数是60分，但是我们这次检核的结果呢是33.79分，所以可见呢，这些学校在虽然已经通过改善了，但是改善完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民间团体指出，这间中庆国校是全新北市分数上低的学校，敢若22分。除了路面无够宽，就连学生行路的空间拢会去铁网啊砸掉咧。因为那边的行走的部分是比较危险的，所以那时候养工处来跟我们做过讨论。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呢，会针对我们的泳池的围墙，然后内缩大概150公分，然后做一个安全的步道，让学生跟行人可以步行。学校表示，目前拢总有98个志工警察咧协助学生过马路。去年嘛有申请国土署的补助，做人行道拓宽的工程。也那国土署是回应去年开始，拢有伫咧线顶提供街仔路改善平台，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力量，斗阵改善台湾行人交通的环境。记者戴阿双、柯敏哲新北报道。
除了交通安全，校园霸凌的问题嘛真受关注。日后联盟去年针对国中甲高中生做校园霸凌的调查，虽然即马霸凌发生的比例有较减少，不过防霸凌的学生失眠煞是咧增加。自强心理师工会建议讲，都要让学生了解各种霸凌的情景，提升因对这方面的认知。拜二开学，伫学校除了学习，也会交朋友。儿童福利联盟拜一发布2024校园霸凌网络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去年校园霸凌发生率是10.2%，虽然甲2023年的15.1%比起来有降低，不过因为霸凌失眠或者是困无好的学生比例是对19.5%增加到30.1%。因为这些在学校的困扰会造成他晚上的时候更加对于明天的上学可能更加感到焦虑等等原因，所以他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比例大幅的增加。医学联盟表示，校园霸凌对学生的心理创伤影响足深。调查结果也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感觉互人孤立，也有大约4/5的学生无助，唔知要安怎。另外，医学联盟也观察到，若是校园建立更较全面的辅导资源，而且愿意让学生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学习要安怎处理，愈透明公开，学生也会较愿意信任学校和老师。除了讯息上的宣导之外，应该呢也要让学生知道说，在我们自己的学校，时常会碰到什么样态的霸凌。那是受霸凌的同学，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呢，你这些反应都不可耻。自强心理师全联会表示，反霸凌不是导师和辅导师的责任，是伫教育现场所有人爱同齐来重视，培养同理心，才通让学生拄到问题愿意信任大人。另外，医学联盟也建议家长会当加关心观察囡仔的校园生活，若是有霸凌的状况，爱先尊重囡仔的想法，用沟通引导的方式帮助因解决问题。记者中嘉嘅林玉凯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今年hiệu歌嘉義民雄親子共學群甲救國團，因做伙辦科技甲實用教育的營隊，唔但教囡仔來種菜栽，也閣有體驗操作無人機，要讓這些囡仔在過程當中學到課本以外知識。在老師的指導之下，我小囡仔來學習操作無人機，有人的無人機飛袂起來，嘛有人是無長電啟動到天棚。民雄親子共學群甲救國團做伙舉辦科技甲實用教育的營隊，要讓囡仔有無共的學習體驗。那個無人機進球，然後要比賽那個進球進。再來，我們無人機的產業園區也要成立了。那透由這樣的一個機會，我們把科技還有農育教育。農業教育，還有一些我們的實用教育，然後帶來給小朋友做體驗。除了室內的科技體驗，包括嘛有實用教育的課程，然後有菜籽湯淨班，在地路仔園的業者嘛帶路仔來甲囡仔耍，讓因學習課本內底無講到的在地產業。受救國團的邀請，我們帶水陸就冬令營跟小朋友來互動，然後讓小朋友學習一些鹿的相關習性以及飼養方面。這個營隊去年hiệu熱辦的時陣風評真好，所以今年hiệu歌這場有成一寡外縣市的家長帶囡仔來參加。救國團表示，增加囡仔hiệu歌的時陣，無一定有所在通去，營隊的活動結合在地產業，唔但讓囡仔耍哪學，嘛會當來認捌家己的故鄉。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來看今年11月份，國際奧會甲沙烏地阿拉伯奧會合作，要辦頭一屆的電競奧運會。咱台灣嘛會組隊去參加比賽。目前體育署按算要來栽培重點的選手，不過有學者講，商業的制度甲職業市場都愛有夠周知，才有法度佇國際上來甲人徛起。衝衝衝拍怪使用武器，正受科技大學電競系校隊的隊員，哪怕受證證實。因為無後的副控色，同學做導播，OB手還閣有音控師，大家攏無用氣氣。大家攏掠準講，迄電競敢若拍電動爾，以後就出來佚佗。但是電競是有足濟發展，我佇咧電競是做主持人較濟。
这几年电竞哪来哪受欢迎？根据统计，全台湾有成立电竞相关科系甲课程的大专院校甲高中职超过200间，现役的职业选手200多个。今年11月份，台湾嘛去沙烏地阿拉伯参加头一届的电竞奥运会，比赛3大项目：竞技运动甲传统运动模拟游戏，阁有非运动类的传统电子游戏。不过，眼前台湾的挑战未少。台湾这商业制度，咱这职业化吼。市场较无遐全面，较无遐全面，就来讲，咱今年开始，咱嘛是，咱这职业联盟嘛是含东南亚、越南，要到澳大利亚，要到日本，合起来，咱即摆在台湾的比赛。主要跟韩国跟大陆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多，所以这方面的市场也比较大。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间企业也好，他们比较愿意去支持这一块。学者嘛表示，过去台湾电竞活动伤过注重实体，线顶看直播的观众嘛行袂出台湾市场，佮包括这几年袂少外资组织伫咧东南亚，影响咱台湾的企业无法度永久投入资源。体育署伫咧今年买设类黄金计划，全力栽培精英选手，减少人才流失。也若奥运会国手的名单，就爱等主办单位公布比赛细节项目，咱就会当开始组队跟国手咯。记者阿明金高雄报道。体育的消息，2025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咱台湾伫男子冰球的这个项目对阵泰国，落尾手台湾是以3分比1分拍赢对手，嘛摕到这一届头一个胜利。男子冰球预赛，台湾对泰国比赛自第2节开始有提分数，台湾掌握到反击的机会。17号张学元伫正边探到机会射门，这球唔但是球速正紧，角度也正刁，台湾先摕到分数。台湾要挑战这一届亚冬运第1胜，力求有1就有2。这边进攻正面，第一波无射入去，先反弹到正边的片面，国家伫球门头前的文培安互相配合，正水的破门，台湾2-0继续超前。第二决胜节战况愈来愈激烈，林苗成自正边发动攻势，一个正水的假动作了，大打射门，这球成功着守门员的大腿了，弹入去球门，分数即嘛是3-0。比赛剩6分钟的时阵，泰国队也入1球，不过上尾台湾也是3-1赢泰国，摕到这届亚冬运的第1胜。台湾出兵选手戴伟玲是参加竞速出兵男子500公尺决赛，排伫咧第6组的外道。庆声响，戴伟玲油门吹到底，不过第组选手史蒂文先通过100公尺。到弯道时阵，史蒂文继续加速，戴伟玲虽然和对手扭开距离，不过也是全力冲。但是上尾史蒂文先通过终点，戴伟玲36.02，输给对手的35.54，暂时排第3。出来，其他国家的选手也上场比赛，上尾成绩算起来，戴伟玲排第14名。另外看这边的比赛，正水的细跳，全力的冲刺。伊是亚冬运台湾恢复出兵唯一的希望。李武祥满18岁了，第1场国际大赛就是亚冬运，心情加减的紧张。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场，所以有点不适应这么亮的灯光，有点看到灯光的时候会脑袋一片空白。去年伫匈牙利摕到金牌，加正有信心。不过上尾目标也是明年意大利的米兰冬季奥运，这边算是第一阶段成果的验收，正重要。目前在短距的配置是一个3A 跟一个4周的跳跃，然后旋转部分有改变，有排到更高定级的旋转。亚冬运的强度是未适合世锦赛，台湾新生代的火烧出兵王子是全力表现，希望一旦突破自我，摕到好成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美国的夏威夷虽然是真接咧落雨，不过雨若落了就会随出日，所以天顶不时拢会当看到晴。这嘛风号做是世界采晴之都。不过因为气候的变迁，可看的期间愈来愈长，伫风北的所在，可能未来要看到晴机会就较少啊。旷快山顶仰头一日看天顶挂双擎，等晴顶的时阵，路边原有一撮擎，还可以当看到飞机为擎穿过正水的画面。
当地居民是讲，伫夏威夷生活上赞的代志，就是永远毋免用心去找坑，佮加伫夏威夷拄啊是冬季交花季节，看到坑的机会佮较悬。对夏威夷的原住民来讲，坑代表神圣的力量，嘛代表幸运，因为坑伫夏威夷真接快，出现的机会佮比其他所在加真侪，所以有教授甲夏威夷叫做世界坑的都市。The reason Hawaii has so many rainbows is the weather. Lots of sunshine, short showers, and trade winds. The clean air also helps. All these together combine to create some of the world's best conditions for seeing rainbows. 夏威夷是坑的都市，所以当地关楼外边、公车车壳、汽车车牌、餐厅拢会插七色的彩虹图样。当地球队球员互人叫做彩虹勇士。不过气候变化，科学家讲到2100年，巴西地中海甲部分中部非洲地区看到坑的机会会减少。不过阿拉斯加顶多会看到更较侪彩虹。If climate change means we see fewer rainbows, I think all that will mean is that people will appreciate them more when they do see them. 若是夏威夷的彩虹，科学家预测未来会更较侪。不过做断弯的期间，若是愈长，看到坑的机会就会愈少。像什方面的毛伊岛甲夏威夷岛会因为安尼受影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12度至24度，中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8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世界棒球经典资格赛就要起鼓，球员、教练总动员为台湾拼比赛。